就要介绍这个少年人吼，伊一直拢用音乐的方式吼，咧介绍台湾这片土地的文化个故事。咱记咱较早署名前辈伫日本的时阵吼，一手咧炒大面，一手咧写台湾的历史。这个少年人，伊是日时咧卖肉燥饭，暗时咧写歌词。哇！嘿，所以讲呢，伊呢甲咱同款，拢有一颗爱台湾的心。所以接落咱来欢迎这个台南阿哥。谢谢。来，P A 大哥。大天孙哦，大家好，我阿哥哦。高音性感，叮叮亮亮。等等，回来高雄，真正有够赚的啊！妖魔鬼怪，也敢。这歌潜水，晒互在座各位。潜水，一个港势，救人救土地，希望大家拢同款，好啊！耶！来啊！一罐食甲4、50岁，因因才袂讨趁手。一款有看有气目睭，踅伫头壳顶过树。一罐本所财团长期乌，台湾雪石，理所当然的面笑，你变真正突然。这拢是为着生活你做乌，人生活伫倒面思想无善良，人生读工讲了民众食了无健康无良，所以摆食清水处理才会无正常啊。什么政府就有什么款的骗出去，有无讲体地建设建造高更建自由，无民主建历史建设会甲通后事，只要皇帝欢喜花付贴条你的厝。做什么因一定有报应，存什么心用手一定受连理，这就是人生秩序，各种正面对付。我是文啊武啊，欢迎我是家父。在座的乡亲父老，兄弟姊妹，在座的潜水，12月18号，公投是台湾民主自由的权利。保护台湾，投下死的无同意，就是大家的责任。对抗外来政党中国党，迄嘛是大家的责任。来啊，继续行，进哦！中英性格，乒乒乓乓，规床头拢是炮啊声，也无鬼怪，也甲无bud食，随便灵感，是咱潜水爷，带天顺手，中英性格。乒乒乓乓，规床头拢是炮啊声，也无鬼怪，也甲无bud食，趣味灵感，是咱潜水爷，带队顺手，用用性格。乒乒乓乓，规床头拢是炮啊声，也无鬼怪，也甲无bud食，趣味灵感，是咱潜水爷，带队顺手，用用性格。乒乒乓乓，规床头拢是炮啊声，也无鬼怪，也甲无bud食，趣味灵感。是咱潜水爷，希望在座各位潜水，甲遮的妖魔鬼怪，中国来到台湾的妖魔鬼怪，全部包起来送倒去中国，你讲好无？好，帅，后一条歌，时间问题，今2条呢。来，有人以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军事法庭有审判平民犯罪的情景。教官，这是恐怖，不民主，善后，在座各位，有过去为了台湾奋斗才会成败。教官，少林。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正面临着全世界最狠毒的敌人——中共的一个独裁政权。我们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全，并保护绝大多数国民福祉，不得不将某些个影响国家重大治安的犯罪来划交给官员、最高军事单位来审判。中华民国军事审判绝对是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。来。
嘿。我袂当讲话，因为我无够家地位，无够分量，因看讲无看，加身躯无够悬，再生钱嘛无够，这目睭内只有财团，目睭内无台湾，无人敢讲正义。伫早期，更有定定，更有袂当讲大意，是规定，受到中共威权统治的变成恐怖，受到国民党独独绑在台湾看无出路，受到日本教育的阿妈阿嫂，应该就228的事件的，迄是迄天，一句无过无情假，是一大些民族隔阂，是只要你是咧抗议。不管伊愿甲伊心无要紧，因不管你是老血老目屎，不管土家的身体打过几摆，不管你是啥，这款一个形象，迄是咱们台湾英雄，比起红色228。你个报袂记啊，歌插伫目顶眼睛，去过去垃圾桶啊，目屎嘛打。无可能原谅，当初你甲阮的尊严等伫涂骹，阮的伤啊，阮的困啊，阮的伤啊。无尊严，无人情，无自由，无信任，无人敢讲啥物。每一个人头日日看我，看你目睭见看，228后变成早起来政府。反抗的人掠起来，心肝是无人所境界。要求抹掉历史形象，经过国民党嘛变变惨。38人来的抗议，大大细细伊讲国民党。地南良威，自由无说生命活，若是我伫迄个时代参加美丽倒拼输赢，无人知影去时会一日无散。但有新的命案还未破案，台湾是台湾，但是台湾是台湾人会用性命牺牲保护你。若是想要做，一生来出卖台湾，互中国，我甲你讲，变成恐怖。你个放袂记啊，歌插伫目顶加尖啊。去过去垃圾桶啊，目屎嘛打，无可能原谅。当初你甲阮的尊严等伫涂骹，阮的伤啊，阮的困啊，阮的伤因我台湾的疼。你个放袂记啊，歌插伫目顶下尖。去过去垃圾桶啊，目屎嘛打。无可能原谅，当初你甲阮的尊严等伫涂骹，阮的伤啊，阮的困啊，阮的伤啊。当你夜来个配甲相片，你是无辜的，当初拢无人会相信你的家己去互当年啊，有佢会过去啊。到今仔艰苦嘛是扛伫落地啊，无人知影路是安怎行过来。目屎无缘故倒滴落来，好，今仔足侪人唔知影过程，至少爱知影，台人抽手叫蒋介石。台湾人有包容，台湾人有善良，不过这历史爱永远藏伫心内底。今仔甲你的耳泡开，甲目睭摕起来，听一段故事。3月18号，执法大审正式展开，但就在大审前的2个礼拜的2月8，联立党8名被告之一林秀将军发生了3死1重伤的灭门血案。60岁的母亲才7岁大的双胞胎祖孙3人遭人前家中刺伤身亡，而长女则是在老年一段时间几个人实在体会还是很辛苦，为了生活。我想他们到处都是讨论。把你的正手压起来！我主张台湾独立。歌插伫目顶加尖，经过去垃圾桶啊，目屎嘛打，无可能原谅。当初你甲阮的尊严等伫涂骹，阮的伤啊，阮的困啊，阮的伤因我台湾的疼。你个放袂记啊，歌插伫目顶加尖啊，经过去垃圾桶啊，目屎嘛打。
无可能原谅，当初你甲我的尊严搭伫涂骹，我的伤啊，我的困啊，我的伤心的白色恐怖啊，心里白色恐怖啊，心里白色恐怖。心里白色恐怖，现场朋友，甲你的只手压起来，甲然后炮开，对我喊：致敬郑南榕，致敬郑义华。你们可能做我的观众，说来的是咱的代志啊！台湾加油！台湾加油！台湾加油！香港加油！OK， 12月18號一定要出來投票，死的無同意。OK， 我主張台灣中國一平一公。感謝落來。